这是海岸之声广播电台1506.25千赫。亲爱朋友，我是蔡桂珠。恁即马所收听的是《亲无闲时间》。咱今仔日要来小解一首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钦华教授所写台语诗《夫妻》。讲到夫妻，人讲会做翁仔某是相欠债。华语讲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佛说，情是500年的月头一看，换伫今生的相闪心离过。讲真的，会当有缘来做翁仔某，真正是千年修行才会当所得到的正果。讲是相欠债，实在是有较重担啦。俗语讲，夫妻无冤无家不成夫妻，敢有影是安尼？千年修行才会当得到的因缘，哪会通卡袂着就冤家娘债？夫妻翁仔某一世人，嘛有人恩恩爱爱过一生的哦。就像这首《夫妻》，李钦华作。你若是美丽多事，我就是围伫你四周围，英英细细，为你殷勤固守的海岸。我若是孤单的岛屿，你就是围伫我四周围，永永远远，甲我恋爱袂煞的海洋。伫东边，我是勇壮可靠的岩花，互你一切惆惆甲惊吓，安心靠踮我的肩胛。伫西边，我是温柔体贴的山花，看看甲你抚，甲你笑，安慰你所有受伤的魂热。爱，互咱做伙，亲像天，亲像地。爱，互咱做伙，遐尼久，遐尼济。接续，咱邀请李教授的学生曲丹妮来咏唱的，唱互恁听。是美丽的岛屿，我就是围伫你四周围，洋洋细细，为恁轻固守的海岸。我若是孤单的岛屿，你就是围伫我四周围，永永远远，甲我恋爱袂煞的海洋。伫东边我是勇壮可靠的岩花，予你一切惆惆甲惊吓，安心靠踮我的肩胛。伫西边我是温柔体贴的山花，看看甲你抚，甲你笑，安慰你所有受伤的魂热。我若是孤
真温暖的一首诗，夫妻。是啦，有缘做夫妻，就爱互相疼惜，互相照顾，甲咬一半惜命命，疼伫心肝，互伊做坚强的靠山，互伊做温柔的山坡海岸，做伙夫妻过一生。天长地久，管伊海水会干，也是石头会烂。咱拄仔有讲到，无冤无家不成夫妻，这是个考劝少年翁仔某，倒一对夫妻袂冤家，毋通冤家就差要离缘。会当做翁仔某是千年修得的姻缘，毋通较袂着就大细声。双方有啥物意见袂合，大家提出来讨论，找出双方会当接受的方案。人讲，喙齿就会夹着舌，有啥代志就床头拍，床尾和，冤过就爱随放互袂记，毋通囥踮心肝头咧扣分。海水永远困守着岛屿。岩壁是海洋勇壮可靠的金甲，温柔的山坡是海涌的碰床。阴暗夫妻这首诗，愿望会当带恁行入甜蜜的大意梦。暗暗，我亲爱听众朋友，下回大家空中再会咯，再会。